Hello， 大家好，非常高興啦！喺3月27號喺日本赤坂東京嘅草月會館草月會場咧，係被頒發呢一個草月獎勵賞啦。咁非常之榮幸啦，我可以喺校長Iemoto家元老師手上面係親自獲到呢一個嘅表彰狀啦，即係證書啦，草月獎勵賞啦。咁啊，我喺8年半前呢，因為同時間要應付寫論文啦、博士論文啦，啱啱學咗壓花年半啦。咁當時候我就諗下如果咧我學多啲花藝，插完花再做花材咧，咁啊一石二鳥咯。於是我就開始做草月樓啦。咁啊8年半後咧，今天咧就可以得到有2個榮譽，而正式嘅台上面得到呢一個有證書嘅榮譽咧，就係呢個草月獎勵賞，係鼓勵我哋咧過去1年呢，其實過去一段時間都好積極努力啦，亦都希望鼓勵我哋繼續努力去做多啲好嘅作品。咁而咧現場咧就亦都有好多其他嘅老師得獎啦，譬如有啲新人獎啊，有啲分部獎啊，或者係有啲月之船賞啊、海外會賞啊等等等等，亦都係有理事啊、顧問升格嘅一啲即係被頒贈證書嘅儀式啦。咁可以話咧係濟濟一堂，非常之高興喺呢度再一次多謝咧曾經教過我嘅好多位老師啦。咁而現場都有嚟到過，包括咗有Katayama先生、片山健老師啦，片山健老師咧太太咧就係 Koso 先生，佢都係老師，都要多謝Koso 先生，因為佢哋真係好有耐心咁樣去教導我哋。另外就係石川紀清老師啦，就係Ishikawa先生啦。咁佢咧其實咧就除咗日文之外咧係英文精通嘅吓。咁另外仲有52下風老師啦，Isono 先生啦。剛剛上完佢一個 workshop 咧，就去解構咧草月樓嘅教科書嘅演變嘅，非常之有意思，係一個好有歷史價值嘅一堂。跟住有Sugioka 先生，佢就係我點講咧竹事業朋友呢一個好強嘅老師，因為佢可以帶住幾十人嘅老師咧一齊去喺增上寺做一個大型嘅建築，但係咧喺呢一啲 event 上面咧，佢喺後台又好似 FM 咁樣，即係好多功能嘅。仲有就係 Junka 先生啦，咁現場咧亦都因為呢一日咧就係感謝花嘅日子啦，所以咧我哋都有個角落咧係俾我哋每人攞一支花，現場即刻做一個 Ikebana， 然之後咧我哋仲可以喺前面影相添，真係好有意思啊！感謝花之日，好開心喺會場咧，亦都係喺熒幕上面可以見到我得獎嘅名字啦。其實咧今年嚟講咧係總共有11個人得獎嘅，咁而海外嘅會員咧有夏妙賢我啦，仲有另一位林女士咧都係中國嘅朋友嚟嘅。咁呢個草月獎勵賞就鼓勵我哋會繼續努力嘅。嗱，呢個就係台上面頒獎嘅時候啦。咁我哋因為人都有成11個啦，所以係分2排嘅，有前面後排，我就喺後邊呢一度，係啦，見唔見到後邊？第2個就係我啦，咁呢個就係草月獎勵賞啦。咁Iemoto先生就公布咧呢個賞嘅內容。咁當然啦，梗係要影張合照啦。現場睇下情況啦，同大家去到現場睇下咧，即係現場嘅裝置啦。呢啲咧其實係一個 backdrop 嚟嘅，不過咧我哋草月樓嘅 backdrop 係唔需要太華麗、太多花款啦，一個好簡單嘅佈景，最緊要就係旁邊嘅草月樓嘅一啲花嘅裝置。然之後現場亦都係有呢一個另外嘅大嘅 project 啦，嚟緊明年就係草月100週年啦。嗱，現場因為感謝花之日嘅特別嘅慶祝，嗱見到啦就係咁樣嘅，我哋每人都可以走埋去做一個Ikebana插花，咁並且咧睇下後邊咁插到咁靚，可以再喺前面影下相。嗱，其實咧，即係我哋見到當日咧，就有好多朋友咧，佢哋係同埋屋企人嚟啦。咁亦都咧，其中有個獎好特別嘅。嗱，嗰個獎叫做草月日輪獎啦。其實就係你亦都係草月嘅理事，即係去到最高級嘅身份啦。咁係理事嘅老師啦。而你係今年係進入90歲，咁而今年嚟講係有26個前輩先生係得獎，咁而有6位咧係出席嘅，咁所以係非常之有鼓勵性嘅一個活動啦。咁我哋亦都來自香港，亦都係非常高興啦。我哋香港嘅分會亦都得到一個嘅分會部長啦，同埋咧我哋香港有2位老師都得到另外嘅優秀獎啦。咁喺呢度咧，亦都同其他嘅我哋嘅同學啊老師影下合照、打下卡，慶祝下，大家非常之高興，因為好難得亦都可以喺大家忙碌嘅日子裏面咧，可以共聚一齊，咁亦都喺呢一個櫻花季節裏面咧，係攞到呢個獎，
好希望咧你可以將呢一個 message 傳揚開去啦。我哋希望做花呢一啲藝術咧，可以帶出一個正能量俾大家。我會繼續努力。So I hope you like this content. I just won an award, the Sogetsu Encouragement Award from the Iemodo at the Sogetsu Kaigan. If you like this content, please subscribe. 皆さん、サリーナです。今回は、私は3月27日に、私はソゲツ海岸のソゲツホールに、家元先生から、ソゲツ奨励賞もらいました。私たちみんな11人、本当に嬉しい。それから、もう一回、みんな先生、一生懸命教えていただき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これから頑張ります。来年初月100周年皆さん頑張りましょう。